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30。以赛亚书26章13节安尼讲：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捌有别个主管辖阮，毋过阮只有尊重你的名。三角来祈祷，愿专心所倚靠甲尊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权至尊、永存永在、公义圣洁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伫这个充满有限的世界，愿承认家己的软弱，常常会受济济的引诱。主啊，愿他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用你圣神的带领坚固阮，互阮通专心来倚靠你。听从阮的主啊，求你救阮脱离世界的主的欺骗甲引诱，互阮无受浮华的声音来迷惑，互阮无对世俗的脚步来行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知，只有你是阮活命的主。主啊，阮过去捌有别个主管辖阮，毋过阮只有尊重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